啊！
亲，听话，小心。对，大妈，什么的字他们来了走嘞？
啊！
小姐，平时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从来没有跳过一段日没有。三娘母，你愿他乡修一去。心莫
花飞出去，泪泪心伤。16年苦难，点点滴滴，情深伤啊！那一年，长夫从军，我虽苦虽难，才模仿。雷雨夜，我腰断脐带，生下娇儿，取名姚金郎。可恨我那帮凶手，为等家产，竟将娇儿抛身于刀。多亏得大伯常年相聚，并曾从此远去千里，一心要忙。
去到京中新家上访。不知你丈夫心正名谁？姓儿名子元，什么？他叫刘子元啊？怎么是我父帅的地位？小将军，你年龄多少？我今年72岁。你好好说我听，你那个没有良心的小畜生！小将军，你不要说骂于他，这种不孝之孙，不要是骂他几句，就是打他一顿，也是才有一的。小将军，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，这世上通明懂心的人多的是。虽说我也不叫姚七郎，我叫刘春雨。夫人，你可为此事歇息两次一会儿。这句好，来，将军，快被文王吃饱后做马扎，请这位夫人在此休息。是，文王吃饱红砖马扎上来。夫人，红砖铺在地上，文王死倒在此，请你休息一会，我与你对方并自军营。
小王将军，看着夫人面黄肌瘦，衣衫褴褛，我身边未带一两。哦，别人抱了土也美。是我率领经过的红参牛排，你拿去赠给夫人，也好我心一声，收取收我的事。啊，将军。小将军，
啊！
山东人的心里要快散啊！
你
光当风，委屈你了。走，你受了整整3个月，今天上午也来说不上一上，常常这么多的。累了。16年来，我14夜盼等你消息，怎么也不来一封书信？我也曾派人捎信，可你那个兄嫂是你早已改嫁他乡，严重难找，是他们苦苦相逼要我改嫁，是你放而分离，早已抛弃再娶。我不信，是父母事情，当初领的只是你曾说过，山高路远，永不相怕。我甚至累了，
元帅。